干一杯。哎呦，食这酒阁会醉呢。咱这社会上有足侪人爱啉烧酒的，啊，毋过啉酒吼，迄酒品拢无共，有迄酒前一款型，酒后搁一款型，毋信哦，恁家己看嘛呢。钱啊，你是讲介绍这位先生要互阮查某囝爱华做男朋友是无？是啊，我甲你敬真久啊，这囡仔才袂歹，人老实忠厚啦。吼，啊，唔知咱是啥物名吼？啊，我哟，我叫做郭群啊，郭群啦，郭群。哦，郭群啦。郭群啦。好爱啊！你看了写款有介意无？妈，我看伊外表是真忠厚老实啦。 是讲这后啊，以后还阁看伊的表现才知影。吼，安尼对啦，啊无吼，大家先做朋友啦。啊，以后少年老当伊吼，再搁讲啦。安尼好，啊等阮拢的朋友来，啊嘛捞出来讲。是要捞啥戏啊？煮热来食的啊。好，啊，要食唔较变问题。安尼好啦，我来去准备，我来去准备。对啦，安尼若迄个菜还未煮好吼，酒先关来啦。好酒吼，哎哇，来，你先来关，我先来传吼。 袂歹，正经袂歹，这查某囡仔看起来安尼真纯呢，所以呢，好好啊表现，知无？我知，我就看到伊，我就安尼比错。你别安尼滚安尼，拜托你唔免安尼讲，你慢慢啊讲，啊你平常时啊表现就袂歹，对无？
我知啦，安尼。啊！歹势吼，阮阿母即摆等你煮菜，啊无这酒你先用啦吼，我来帮阿母斗煮。你看，正经袂歹，水，来，先啉一下酒，做一下汤。来，干一杯。哦，你讲实在啊，青啊，这是讲看你做媒人呢，啊若无哦，我要咧闹开啊，我就外口饲了偌济咧，你知哦？安尼对，有好，来，搁啉一杯，好啉。哦，青啊，讲则咧讲啦，实在哦，若唔是我咧操蛋啦，我来讲我要娶某，吼，外口你啊甲规拖去的啦。对，十甫人的气魄撒出来，对，来，搁啉，搁干一杯，好，对，这款的味就对啊。讲实在，青啊，若别人就知啦，你吼，我看着车无吼，行某行迄型的啦，其实某是用钱拖介绍赞人家，怪到咱狗咧啊！知啦，我甲你袂比的，来，安尼对，哦，足顺啊。嘿，还是讲这咧讲咧，啊，烧酒店要完啦，啊，菜到即摆还未出来啦，你若照我的个性，我早就冰倒啊，你知？小蛋，要变啥？我变我先。好，好势啊，好势，好势啊！去啦！哎呦，无啊，菜都还未出来，先来咧冰岛啊！我你无钱啊！你介去。你外口是安那喜喜叫啦？都真无啊！啊，就请啊介绍迄个讲要来阮查某囝做男朋友的啦。吼，啊，伫相亲哦。嘿啦，酒啉的讲冰岛啦。哎呦，有食酒哦，这无怪啊！我今日要讲的俗语就是讲吼，这酒的物件放在罐仔底是甜，啉落腹肚就细念，所以讲相亲啊，食酒都爱谦。